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孝明。台灣的罕見疾病基金會成立到今家已經有24年了，也一路向我哋基金會存在到我哋的朋友生活中幾多嘅酸甜苦辣，同時嘛提供一啲個少年的創業，讓客家人看睇一啲可以互相嘅療癒，同時成長。觀眾朋友有聽過鐵蘭氏症冇？也係一種幾罕見的一種疾病。我哋今日有相當來賓，都係愛等鐵蘭氏症的朋友，我哋睇嚟，還有媽媽、米菲媽媽來到我現場，也同我哋分享講營養去照顧下生意的同時，透過下故事，我哋了解到乜嘢嘅罕見的疾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的來賓，達理你好，歡迎來到我們現場。大家好，我叫楊達理，我今年20歲。我喜歡唱華珍老師的戰團，我也喜歡唱華珍老師的歌。好，同時我哋睇你嘅媽媽米菲先生，好，米菲媽媽馬來東來現場，米菲你好。大家好，我係總米菲，也係我來達理。米菲媽媽還有我們的達理，歡迎你們哈。那其實今天在這樣子的一個現場裡面，我們真的是非常高興的邀請到我們的美惠媽媽，還有我們的達理來到我們現場。來，達理，你剛剛跟那個我們的觀眾朋友那個自我介紹的時候，有提到說，其實你很喜歡參加合唱團，是不是？對啊。我問一下哈，在合唱團裡面啊，你最喜歡唱的歌是什麼？拍手歌，還有我愛音樂，音樂愛我，還有那個拍。就是感覺是一個節奏比較快的一個音樂，對不對？因為你剛剛說拍手歌嘛，哈，是我們原住民一個非常也算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那為什麼會喜歡節奏輕快的歌曲呢？因為它比較輕快，又比較好聽，也比較容易好背，也比較容易好背。所以說這些歌你都可以朗朗上口就對了。對，那有部分我想問一下那個米菲媽媽哈，因為其實我哋今日來一片都要同他嘅分享，蠻多罕見的疾病。如果一片可能我哋平常幾少看到，嚇，你想今日我哋睇嚟嚇，咁你這個冇講嘅話，你都想講可能講慢的聲音呢，但是萬些開始去看睇嚟嘅時間，也不成長，係咪路同聲音的冇共用啊？達理小時候就長在我的肚子就有比較慢了，有停滯成長，所以他是足36週就讓他出來，醫生建議。然後出來以後呢，他就很嬌小，那但是醫生說沒關係，他都有幫他做檢查了，可能就是比較嬌小。一直到他快1歲的時候，他都有因為我們都要打那個預防針嘛，都要到診所去。後來醫生發現他的那個生長曲線啊，就是比一般正常的孩子低下很多。所以他就推薦我們要去大醫院，檢查一下，看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那所以我們就選擇去長庚的小兒科門診，然後他也有做了抽血，也有做了一些檢查。然後醫生後來回復我說，他可能就是真的比較嬌小。然後一直到他到2歲半的時候，他因為一次發高燒送那個高醫急診，然後那個醫生。剛好他的貴人來了，那醫生就說，那個他就問我一些他的狀況嘛，然後我有跟他講，他說那你要不要看我們那個他是中部以南的權威，然後我們就去看他是那個遺傳學的專門醫生，然後醫生呢也很好，就是有過來病房先看了他以後就判定他是一個罕見疾病，然後我們才去他的門診。然後門診的時候，醫生呢就是趙美琴趙醫師會給我們一些文獻看，然後就確定他是這個疾病。然後醫生就跟我們講說，那他的情況是不需要服藥，但是就是早療是對他是最好的一個方式。所以爸爸跟我就很積極的投入這一塊。睇下俾而家嘅以前一般的醫生嘛分辨唔出來係咪？因為他之前這種疾病在台灣真的不多，非常少，對，非常少。然後可能資訊也沒有這麼多，因為像我們去看，後來知道這個病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去看，譬如說他感冒生病，看醫生以後，他們就會問有沒有什麼疾病，我都會寫。然後有些醫生還會問我說，這個是什麼病？我就跟他大概解釋一下，這罕見疾病。所以可見在他那個時候真的是不普遍。冇錯，係。咁你係咪聽日嘅記憶嗬，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比如講鐵蘭氏病，鐵蘭氏病伊啲鐵症係乜嘅呀？哦，他
他们就是很明显的外观，就是除了娇小以外，还有一字眉，然后那个他们会朝天鼻，然后嘴巴很薄很小，然后有点那个嘴唇会往下，然后手脚很小，然后就是都看起来就是小小的就对了。可是也係用外觀來看呢，發覺到睇有六個地方，可能係有啲鐵藍絲片，但是最主要嚟講，從按你片針來講嘅話，照顧上面咯，而這個本身從外觀係嚟情形，譬如講而且身體上面的一種器官啊或什麼之類的，還有其他特徵嗎？這個是外觀，然後如果說其他的部分，就真的可能要醫生來判定，因為他們有伴隨着就是眼睛，像達里其實他現在他有比較好，他以前是有那個上眼瞼下垂，所以是看到他好像都在睡覺，他其實是然後他其實是打開眼睛，可是看起來好像在睡覺，然後他們會伴隨心臟病，但還好達里沒有，然後就是還會有鼻塞的問題。就是他們的狀況，最主要是他小時候呢，就是吸收不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那個胃腸真的很不好，所以他如果吃一點點東西，他就會飽了。吸吮力也不好，然後也吃不多，所以就可能也是先天又不好，然後後天也吃不多，所以就是一直長得很小。我想問一下，你做你的媽媽當你提供生命的有安的幾罕見的片的時間，這個幾時嘅心情？那個當下我就哭了出來，因為真的很難受。雖然我們知道他一定有問題，只是當醫生告訴你的時候，你還是會很難過。然後我先生倒是很鎮定，他就有安慰我，他說沒有關係，反正台灣醫療很進步。不好意思。然後就是我們就是很聽專家的話，那專家就是醫生嘛，那醫生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所以我們兩個就很積極的。做早療這一塊，然後就是我先生去拼經濟嘛，但他的背後是支持我，所以我就很努力帶他去做各種治療。那他因為他在醫院，可能他常進出醫院，小時候，所以他看到穿白袍的會怕所以一開始那個醫生有跟我們講一個情況是說，在那個高醫他們的他有一個教授剛好有想要研究，就是特殊孩子，就是也不是特殊，就是學習比較障礙的孩子，他們要做一個課程研究，然後我們就想說，好，那這樣子不會看到穿白袍醫生會比較好。為期是6堂課，然後一次是1個小時，然後他就哭整堂。他第一次去上哭了55分鐘，是因為他可以休息5分鐘了。所以他的焦慮分離得非常嚴重。然後那個課程結束以後，我們還是很積極投入。後來所以我們就去那個兒福。反正就是先找不要有穿白袍的地方，然後去上1對1的課程，然後再去上那個小班的學齡的班級。他就這樣一路上來，他本來是拿重度手冊的，然後現在已經可以拿到輕度了。對，所以他就是除了早療的原因，然後加上罕見基金會這邊也有幫我們很多忙，然後還有就是當然就是我們合唱團華珍老師這邊幫很多忙，讓他這樣一路可以不斷的一直成長，一直學習。但是雖然講還會有幾多歸年嘅一條路啦，但是我認為講一開始係爸爸媽媽冇放棄。有幾多年來講嘅話，可能你認為講哎呀，生意你都不用睇到卡自己帶。但是你都冇放棄，你都會希望講，其實生意你貴做都可以去俾做一啲療愈，唔單止唔講起碼嘅方式咧，譬如講那個學習遲緩的，冇可能下去辦嘅課程，唔能夠帶佢哋去參加。佢仲要參加課程嘅，其實要花幾多時間，要花幾多錢。咁唔知家你做啲媽媽你行下來，唔知家感覺到更加睇你更加會表現，有感覺到有幾大嘅回饋。這一路走來我覺得其實台灣的那個，我也要真的很感謝台灣的那個我們的社福這一塊也真的做得不錯，有很多的資源可以使用，然後還有我們的基金會，就是民間的也有，然後國家的也有，然後當然就是給了我們這麼多資源，就是我們要好好帶孩子去使用。所以如果說您的孩子也是像我們這樣子是特殊的孩子，都不用怕，因為台灣的，我覺得在台灣這一塊的資源已經很進步了，那就是勇敢走出去，聽醫生的話，該做什麼事去做，
然后像他的话，我觉得他从很小，他真的长得很小，我们那小时候叫他是拇指王子。然后他一直长得很小，然后一直到了，我记得他国小5年级要升6年级的那个暑假，他那时候变比较聪明了。他小时候是真的智力真的没那么好，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跟同学一样长得又高又聪明？”然后当下心里很酸，可是又很开心，说他聪明，他已经变聪明了，才会问你这一句。因为他以前是，反正别人做什么事好像都不关他的事，就像他第一次上台一样，大家唱歌，他就这边真的是这样东张西望。然后华珍老师真的很棒，他不会因为孩子这样子就不欢迎我们，他都很鼓励孩子。然后所以我就说他一路这样子，有很多的人，然后很多的事情在帮他啊，所以他现在可以这么棒，至少他就是可以完成他的12年国教，然后他也曾经有工作过，然后就是可以去接触社会很多的事情，然后会自己坐公车、坐捷运，然后他有一次可以自己独自的去坐那个高铁，坐到桃园，然后在桃园有朋友，爸爸的朋友来接他，然后就是这些事情对我们一般的孩子可能都很简单，他学2次可能就会，可是对他来说，他一件事情可能要学10次，甚至是100次。但是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呀，你会就好啦，100次又没有关系，就是你会。所以他的情况是，只要鼓励他去做，其实是还有可能的。就像那个华珍老师讲的，他能够弹琴，他很意外。对，我们其实也很意外。没有错哈。虽然讲几多生人叫下来是些父母都穷养，但是也如何有几多贵人，还有爸爸妈妈唔放弃，嗰種可能今日睇嚟亦表現到幾好。首先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嗰次睇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嘅漢人視頻嘅朋友，我哋睇嚟係一位媽媽，米蒂媽媽嚟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當初很讓我發現講睇嚟係嘅鐵蘭絲真嘅一個發展。一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媽媽，因為頭先我哋上個節目已經提講，鐵蘭絲真都係很讓嘅一種情形嘛，但是照顧上鐵蘭絲真嘅一啲生意嚟講嘅話，有乜嘢要特別注意嘅？他們就是飲食要注意，因為他們吃的不多，然後吸引力也不好，然後又很會哭，因為他們可能他們那個身體或心理都不舒服，因為又不會講。他小時候哭，我都說像小貓，就喵喵叫，可是他就常常會不舒服。然後我們那時候，我跟我先生帶他的時候，就是2個要輪流抱，因為他都會發出不舒服的聲音。那最主要是吃這一塊，他們真的吃得非常少，然後在嬰兒時期吃得少，然後在那個就算他們長大一點可以吃副食品的時候，也吃得不多。一直以來，其實不止我們家的小孩，我們問起來，就是我們有一個迪蘭氏的病友的一個社團，我們有一些家庭一起加入，然後我們就互相討論。看起來我們每一個孩子都有這個問題在，所以有些人是甚至做造口，然後降胃食，因為他就是吃的不多，然後爸爸媽媽可能也擔心他，醫生評估以後如果有需要的會做一個造口，然後就是食物從那個造口進去，可是那個就是要照顧要更小心，不然那個如果發炎也是會很麻煩。然後他的情況是都沒有，我們就是一直很有耐心的餵他。人家可能4個小時吃一次奶，他可能就是1到2個小時就吃一次，就是這樣子一直讓他去多吃一點多吃。可是他有時候多吃，他又會吐給你，所以我們鄰居就笑他是給他一個名稱叫 Jet， 就是噴射機。然後在吃這一塊，就是小時候比較小的時候，可能就是吃這一塊，把它顧好，他可能會長大一點。那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怎麼跟他溝通，因為他們
他们的反应力真的没有那么好，然后所以我一直把他都当成学龄前的孩子在带，然后就是会用一些身体语言去跟他沟通。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孩子最主要就是就是主要照顾者要能够跟他沟通，他要把他的不舒服，你就把他想成是小宝宝，他哭有好几种意思，可能要换尿片了，肚子痛了，肚子饿了，还是身体不舒服了。那他那个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他也是一样，我就把他当成这样的，所以他在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可能我们去猜，然后去跟他沟通，然后加上有就是身体语言或手语的协助，所以慢慢的他就越来越能够懂我们在说什么，他也能够懂，他也能够表达给我们知道。然后所以他一开始有做我刚才说的早疗的部分，然后他还去做了团体课，团体课就是又跑到那个那时候团体课高雄就只有那个长庚儿童医院那边有，所以他又跑到那边去上了大概1期2期这样子。为什么去上那个团体课呢？因为他就是很怕跟陌生人在一起，然后一开始我们的策略就是先在高一的大学部上课嘛，然后再来去1对1的老师，然后再来就是进阶到团体课。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怕陌生人，所以呢就是让他跟一群孩子，那一群也没有多少，其实一个班级来说4到5个孩子而已，那一起上课他都可以哭，跟他同年龄就差不多年纪的孩子，那就是我们其实是会针对他的情况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听专家的话，专家又跟你说，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医生就会推荐说你可能现在需要上什么课，或者去做什么，然后他们也会配功课给我们，回家我们再教他。那大概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有慢慢的成长，但是这过程是有辛苦的。没有错哈，你谈好了，其实真的中间有几多的一些尝试哈，几多的试验，同时几多去接触到我们看的单位。那这部分我想问一下达理，你现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啊？巧克力还有饼干。巧克力还有饼干啊，cheese，还有 cheese， 哇，都吃那种很好吃的东西耶。我问一下哦，因为巧克力啊，它有分那种有糖的跟没有糖的，你喜欢有糖的还是没有糖的？当然是有糖的。当然是有糖，不要吃苦的就对了。好，那因为刚刚妈妈有讲说，因为小时候啊，你常常会小小的嘛哈，那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养过小动物啊？没有。没有养过小动物，那甚至就是说，你有没有喜欢过什么样的动物？我喜欢。喜欢什么？兔子。兔子？对。为什么喜欢兔子？因为它很温驯。啊？它很温驯。哦，它很温驯，它不会像有些狗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会咬人，但是兔子就在你的掌心里面这样子慢慢在吃草，是不是？对啊。咁頭都有講，因為後來帶踢離吼，唔單止去看到佢度嘅訓練嘛吼，同時後來又接觸到外等咧漢間切片嘅基金會。當初喺人家小間已經去啊，還是講自己去看到某個廣告界那邊哦？就是我們在那個趙醫師的門診的時候，那個時候基金會都會有派一個人在那邊關心病友，然後他知道我們是罕病的時候，就會來跟我們說他是罕見基金的那個工作人員，然後社工這樣子，然後他會給我們一些資訊，跟我們說他們這個社團在做什麼，原來就是要服務我們，然後他這樣講跟我們介紹，我覺得很不錯。因為達理既然他是罕見疾病的話，他能夠參加這個社團，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協助跟資源，所以我們就參加這個基金會這樣子。那當初參加基金會時，一開始基金會有幫忙嘅訓練啊，冇講喺來上網嘅課嗎？有，他就是寒暑假都會有那種才藝班，讓孩子去學習，然後所以他剛開始其實參加罕病的活動的是參加那個他也是一個鍾老師，他是教藝術方面，就是捏黏土啊，或者是作畫，然後後來還有就是先就是有才藝的課程寒暑假，然後後來就是因為合唱團，然後參加了合唱團這樣子。可是聽人哋基金會裡邊吼，除了講參加也要考場以外，從普通一般的來講嘅話，因為基本可以讀到幾多嘅可能講雖然係無強偏針，吼無呢個強偏針嘅一啲家屬，咁家屬同家屬地位會互相去交流講，譬如講用喺照顧生意嘅啦，同時講。
譬如心情上面，个人的心情模式会互相安慰吗？当然有，就是如果有同病症的话，当然是最好，因为你们就是彼此之间的情况很接近嘛，然后可以互相去协助，或者是去了解。那如果不同病症也没有关系，因为就是罕病的孩子，其实很多东西还是很雷同，比如说有情绪的问题呀，或者是长不大，或者是吃不好，就是不是我们不给他吃，是他自己吃不好。然后就是在他的身心灵方面，很多都会有重叠，所以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有交流，然后而且还可以像说，医生也可以，就是譬如说我知道哪个医生，他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他需要看这样的医生，我们可以跟他介绍说，哎，你可以去给这个医生鉴定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罕病。因为像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个哥哥，他身上就有2种罕见疾病。对啊，所以就是如果先给医生判定以后，因为医生一定是知道这方面的专家嘛，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指导，譬如说你应该要吃药啦，或者是应该做早疗，还是你应该要做开刀，或者做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可能就是会对孩子比较多的帮助。那孩子变得比较好，其实整个家庭的气氛也会变得更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合唱团里面，你觉得让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弹钢琴、唱歌。弹钢琴、唱歌。对。哦，唱歌我知道在合唱团里会唱歌嘛，哈。刚刚你也有说过，其实你很喜欢唱拍手歌。对啊，弹钢琴是谁教你弹钢琴？老师教我弹钢琴。老师教你弹钢琴的。可是我问你哦，因为弹钢琴哦，你刚开始是1只手嘛，后来是2只手，然后后来就2只手要一起搭配。对。这2只手一起搭配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困难？没有，没有很困难哦。没有，很多人就停在2只手要没有办法走下去呢。那个时候你都不觉得很困难吗？对。所以说这样子，老师教你弹钢琴，你回去有没有练习？有啊。练习多久？大概练习一下下。练习一下下。那再摸索几次。再摸索个几次。对。那我问你哦，你要不要看谱？要啊。要看谱，你可不可以背谱？有些可以背，有些要看。真的。因为有些谱很长。有些谱很长，没有错，有些谱很长，所以说短一点的谱你是可以背下来的。对。所以说像加入合唱团这么一阵子之后，你自己觉得说，其实除了会唱歌之外，会弹琴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今天你弹的是音乐，也可以去分享给其他人？你有没有弹琴给其他人听？有啊。那他们的感觉怎么样？不错，再加油。再加油。对，所以说，按你看好的话，其实感觉合唱团一件事情，对泰迪来讲，其實伊唔單止係一種，所以我唔係講治療啦，伊唔係講係一種轉變，吼，伊至少轉變對伊來講嘅話，感覺到佢有信心的。有，他以前他其實小時候的時候，人家都認為他是自閉症，因為他們這種孩子有一點類自閉症，就是只會在自己的生活圈裡面小小的這樣子，然後他因為接觸合唱團、早療合唱團這樣子，都跟人的接觸嘛，所以他也變成習慣了。我就看好多人呢，他哋人嘅講法，等於講，有好個形容以後，而即個嘛變得佢快樂，同時嘛佢有信心嘅吼。嘿，有信心哦。可是其實演講一條路唔單止表外人嘅他哋而感覺到佢歡喜，同時喺一條路底部，伊嘛感覺到其實伊嘛可以伴幾多年，佢睇嘅心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觀察下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段節目，我哋歡迎朋友，我哋泰迪，還有也位媽媽、咪咪媽媽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當初伊哋慶陽嘅認識到，我哋歡迎七片基金會，同時睇基金會裡邊伊哋同樣嘅協助。那
想问一下米菲妈妈因为头头我能看到嘅他哋其實伊分享到伊去參加嘅我哋天籟合唱團嘅時節，嘅合唱團嘅時節，你真係感覺到佢哋合唱團裏邊吼，伊有幾多嘅感觸嘛，學到幾多。咁從看到伊安尼轉變，你自己嘅感覺係乜？就是他可以從我們很擔心的情況，然後這樣一路走來，到他可以獨立自主嘛，就是大部分的事他都可以完成，他已經可以不用有一個人要協助他，有就是小協助啦，他就是可以自理，譬如說就最簡單就是你可以自己刷牙洗澡啊，然後你可以去買東西，他可以幫我買早餐，然後也可以幫我倒垃圾，就是基本的自理能力他都大部分都有了，所以我就覺得這樣，然後他也有之前也有工作過，就是融入這個大社會，然後他就會這樣，因為有工作跟大家接觸以後，我覺得他會更有自信，因為他會覺得說，我也可以工作。因為我們一直也跟他講說，如果我們就是如果能夠去工作，跟爸爸媽媽一樣，這樣貢獻這個社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後他還好，他那時候念高職的時候，他們學校的老師就是希望每個孩子都去工作，因為他的學校是來的成員是家境真的比較沒有這麼好，最好能夠，所以他有這個氛圍。其實他也不知道他要工作幹什麼，他只是想表現，因為他同學都有找到工作，所以他也想去。那因為工作他真的我都覺得他變聰明，就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會自己坐車，自己要去。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我陪他去坐公車，然後送到工廠，然後再去接他回家，那大概這樣子一個禮拜而已，然後早上陪他去坐車就好了，就送到公車站，然後他自己會回來，然後這樣1個月我覺得都很放心的，他就自己會自己去上班，自己回來，但是早上他還是習慣讓我們帶他去上班，那我們覺得看到他坐了公車我們也比較放心。然後我覺得這樣子他有變聰明，我都跟他說，Daddy你去上班變聰明，因為你會自己坐交通工具，然後你會遇到狀況。他有一次就是他的公車跑掉，第一次他很緊張，他說媽怎麼辦？我說那你因為他那邊離捷運站很近，上去就是捷運站，他就知道說他要坐捷運，我再去接他回來就可以了。然後後來之後再發生這種情況，他就說媽我要去坐捷運，他就很淡定，這就是一種學習。然後加上他的那個工作的環境大部分都是媽媽，所以都對他也很友善，就是大部分人都對他算是友善，所以他可以在那個工作表現，然後他都跟正常人在一起，所以他的那個成長是你會看，就是我們在帶他我們有感覺，他就是會變聰明，會變比較厲害，但是他也沒有辦法真的厲害到說你一定可以做什麼事情，但是我們覺得就他自己跟自己比賽就夠了，他自己有成長，這樣子我們就很滿足了。因為剛剛你有提到，就是說以前嗰時嘅工作嘅一啲環境係同埋係對象嘛係媽媽嘛吼，係影響嘅一啲工作嘅環境。他就是在那個楠梓加工區的一個電子工廠，那他們對身障的孩子很友善。那他就是之前是那個職介所會配老師帶他去找工作。所以我那時候剛開始覺得說，他如果去面試就是一種學習。其實我們都沒有抱着說，任何希望他要去找到什麼工作，因為他也身高不是很高。如果以一般20歲的孩子來說，他也就是你說他拿多重，他可能也沒有辦法。然後他的腦袋也不是真的很聰明，說可以記很多事情。所以我們覺得說，他老師那時候也會先家訪問我們說，媽媽你希望他找什麼工作，他能做什麼工作。然後我們所以一開始老師都是讓他找清潔的工作，因為那是最基本的工作嘛。那後來有這個工作機會，老師問我們要不要去試試看。我想說好啊，可以坐公車也是一種學習，然後面試也是一種學習。沒想到真的有上，然後上了以後他就開始去工作。他那個剛開始的時候超開心的，因為他覺得他能夠工作，能夠表現，然後每個人都誇獎他，像華珍老師誇獎他也很開心，然後雅婷姐姐也是，就每個人只要認識他的人都誇獎他，然後他就非常非常的開心。但是他這個過程其實都會有起伏，他也有做到不想做，因為他覺得說，我表現完了，每個人都誇獎完了，我已經好像不需要表現什麼，因為他對錢其實是沒有概念的，他不會說我要賺多少錢。
然后所以这样子来来去去的撑了这样2年多，所以他就在这工作的过程中，他其实学习了很多，对不对？对，那这一段是不是请我们的达理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在工作里面让你最快乐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可以学习到，因为里面有机器，可以操作机器。可以操作机器。对。那你不会怕操作机器吗？不会。它就咚咚咚咚的声音的，很大声的，也不会。但是你觉得很开心。对。然后呢？那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大家反应说：“哦，你好厉害啊！你好厉害。”他最喜欢就是人家夸奖他。是，因为刚刚妈妈有提到，就是说啊，那个时候你要搭公车去上班，对不对？对啊。那后来搭来搭去，你就已经自己会搭公车去上班了。对啊。那下班的时候呢？也是搭公车。也是搭公车，所以说你已经知道说你要搭几路公车上去。都知道啊。都知道了哈。所以说这一路上好像你头有講到講，譬如講你可以去尋醫生，然後醫生發現講，呀嗰種唔係單純嘅血唔太哦，可能係個骨貼喺你嘅病症哦，後來要參加講，譬如講啊咧，婚姻切片嘅基金會吼，同時後來又有小姐睇你去工作，一路上其實除咗你即個佢努力以外，嘛讀到嗰度幾年嘅哦。嘿，像他小時候，因為我說他有點自閉的傾向。然後，所以他其實他是不喜歡去上學，他就是都不想要離開家就對的那一種。然後還好他上國小的時候遇到那個靜茹老師，他真的是他大貴人，因為因為他也是剛好有學過那個輔導的課程，所以呢，他對他真的很友善之外，他讓他學會 ㄅㄆㄇ，他其實上國小之前是完全不會 ㄅㄆㄇ的。然後學會 ㄅㄆㄇ，然後學會國字，而且重點是學會喜歡上學。因為他以前是那種在家就拖，最好都拖到不要去上課，所以我們常常是遲到才到學校，然後到後來是可以準時去上課。因為那個老師是對他是非常的有愛心，然後啟發他喜歡去上學，然後就這樣一路才能那麼順利。不是，所以剛開始那時候上學的時候，你剛開始不想上學。對啊。那後來呢？從上學裡面有沒有得到快樂的感覺？有啊。為什麼？因為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有交到很多的好朋友。那老師好不好？很好。老師很好，所以說慢慢的，從媽媽剛剛有提到啊，就是一剛開始還會拖來拖去不想上學。對。後來開始就會準時上學了。對。咁啊，想請問哈，因為其實聽我哋嘅節目差唔多會結束嘅時間哈，因為其實他個人幾難題，我講有安尼機會真是談到一啲我哋講佢婚姻嘅切片嘅媽媽嘅分享，也為一啲心路嘅里程啊。睇也為節目嘅後半時間，唔知佢有冇個發嗰種講我哋觀眾朋友錄下，看冇啲朋友點解有啲婚姻切片嘅一啲聲音嘅話，有冇個經驗可以分享嘅冇？其實如果家裡有罕見疾病的孩子啊，也不要慌，也不要擔心，因為現在的社會資源也很多，然後你就是一定要去找到你的當然要先去看醫生，然後醫生幫你判定，然後你找到你的資源，該去上什麼課或該做什麼事情，然後像說有基金會，你就參加基金會，因為各種資源你都去了解以後，你可以找到很多可能你需要的幫助，然後也不要我們這種我們這種罕病的孩子也不會有什麼那種要有正確的觀念，他就是只是自己的問題，他不會說他不是感染病，不會有感染的問題，所以不用擔心。只是他們可能就是有些比較嚴重，看起來就是真的很特別。那輕微的，你跟他相處以後，會有點覺得怪怪的，但是他們對你都不會有任何的威脅。然後就是用正常心去看待你的孩子，然後多給孩子一些鼓勵跟支持，你會有那個更好的結果。達理，今天這一集的節目裡面呢，其實我們談論了很多，譬如說你小時候的事情啊，媽媽照顧你的事情啊，後來你去工作的事情啊，在合唱團裡面的事情。那這個20年來哦，其實媽媽啦，還有我們的很多的朋友啦，基金會啦，還有我們合唱團的華珍老師啦，還有我們基金會的很多志工啦，以及朋友都給大家很多的幫助。那在這個節目的最後啊，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媽媽講？就是謝謝媽媽。一直陪我從小到大啦，也讓我獨立去完成做自己的事情。哦，那
我们刚有提到哦，其实除了妈妈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譬如说医师的那个朋友啦，我们基金会的一些大哥大姐啊，你有没有什么话透过我们今天节目想要跟他们讲？就是谢谢他们，也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其实今日的节目地方我都发现到讲，其实他厉害一个怪怪的声音呢。好，虽然讲伊可能生活有点很艰的疾病，但是伊今日表现出来的所有的嗰种痴心啦，吼，嗰种的一种负担来讲的话，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出作为的爸爸妈妈的用心。节目最嘛有乜嘅想法要同他哋讲？其实我们罕病的孩子都真的很单纯，然后我想要跟达理讲，就是要学更多的自己。就是自己会照顾自己，独立自主，然后还可以帮助别人，就更棒。因为通常有讲到讲，伊在过创业，伊讲其实生意的过单纯，好，伊唔会像嗰度要讲，可能是啥边方嗰种问题，讲生意会大赢会欢迎，但是环境欺骗伊的生意来讲，伊都自家问题。好，自家去处理这个问题，去处理好诶，好，把这个行出去，去上我哋的合作团里边，伊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以后，伊分享俾几多人。从一部分的话，其实自家做的妈妈嘛贵啲。因为讲从我哋生意来讲，其实除了照顾自家以外，一般可以用来听小朋友。就是以前我们是受人家帮忙嘛，然后现在我跟爸爸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遇到，其实也不一定是罕病，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啊，就是我们周遭的，我们知道有譬如说他是特殊的孩子，或者他是正常，有些正常的孩子他也有情绪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特殊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帮得上忙，我们都很愿意去协助这些事情，就是分享我们的经验，我们带孩子，因为我们家里等于是有正常的孩子，也有特殊的孩子，然后所以就是如果我们遇到像我们有时候有遇到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譬如说我的孩子好像是什么什么，或者我的邻居的孩子，或者谁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耳朵很尖，然后就开始问，就很鸡婆的会问，然后就开始丢一些资讯给他们。那有些也会有反应，就是他真的去做那些事情，还会回馈给我说，我真的有去照你的说去找那医生啊，或者去打了那一通电话，或者去问了基金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也要感谢我们达理，因为我才能做这些事情。唔错吼。提过早期的沙皮地方，我哋问你讲，嗰种生意呢有啲问题的事情，係我哋都看见的事情。但是看下今日节目，观众朋友如果发现到讲，其实睇我哋沙皮地方有幾多資源，或者幾多貴人可以聽數。或者今日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分享那麼多精彩的故事。謝謝主持人，還有謝謝大家。謝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先上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